我差不多有17、18年咯。將起來細號嘅時節嘅機會啦。兩隻手。17、18年。好，這個叫磨，這個叫背。哦，又要背啊！要放在我們臀部這邊，不是放在腰部。哦，放在腰部。哎，你有？那叫3八。對，叉腰嘛。心落開喲，我從我嘅心所，鬧熱大擂台，鬧熱衝下來。很好，哇！這邊有冇特別鬧熱啊？有冇？嗓音輕一點就成功了。哎，小巨蛋呢？對啊，小巨蛋。煙囪飛。哦，原來你整風組欣賞啊，帶嚟幾個。風風組，我今天叫國語相。哈，他改嫁了啦。哦，改嫁。唔跟夫姓啊？沒啦，風風組欣賞。拍攝啊，實力啊，係。唔係本他個看再一次的印象。英雄行他陳強。黃風組欣賞，帶來幾個學生嘅。風組自己musical。好創國嘅非常研究嘅朋友啦。冇錯。係啊，要當冰山一角聽聽。真的嘞，後面還有一堆冰山呢。對，還有很多沒有帶來呢。正經，很厲害哦。要分享所有嘅觀眾朋友啦，呢個是想來入樣棚來同埋啊丟鬧熱的話，分享天發地啊，啲啊，正經有哈。好啦，今日當鬧熱啦，阿咩比賽咩當好看？當然咯，新嘅單元，暴 V 真巴帥，我哋介紹一下上禮拜嘅暴 V 係咪錯咧？新嘅一 V 就係范永健，恭喜，技術錯下去，係啊，你技術錯係那個老二老三都在那邊等着看，叫我冇反應，賴上去冇反應。宋權吼3禮拜連續3禮拜，好啦，比賽吼，按呢搶欣賞嚟評判嘛，對嘛吼，所以好好介紹，按今日搶到欣賞啦。羅桂麗欣賞，齊家斌欣賞，齊思斌欣賞，袁秀琪欣賞。介紹出來按做開始了，經常比賽啦。TVB 來自沒有律師，有法了，愛吃眼風來。還有新朋友來談過來。愛吃眼風來。山意匆匆，邊疆何方意？滄海茫茫何處寄蹤？夢行雲，濤流水，江山不下，難見就是勇。在天堂裏。我眼中之意，在你夢此情也可，汗淚轉頭下一片，你落寒沙，在唐班牙中。行雲濤流水，江山不下，難見就是勇。但天行雲，個眼中之意，在你夢此情也可，汗淚轉頭下。
山，在塘畔呀走。八两哥你好，替拜上天是唱歌的吗？替拜哦，处女秀，哎呦，处女秀，好，处男秀，哦，处男秀，很有意思啦，哎呀，替拜参加歌唱比赛吗？也都来老年算天耳朵，天耳朵，特別要來過？冇，唔係，也來天耳朵，老年天耳朵啦，天耳朵啦，天耳朵。比賽話係天一拜，天一拜。比你之前有參加過其他諾波的比賽？上週年嘅苗栗嘅會線哈，西湖上嘅音樂節啊，哦，有比賽過，還有拿到乜嘅獎冇？天名，唔多都拿到天名。就講出來啊！你青島嘅天一樣第三名出來嘅片啊！也跟你做你上一比賽的，那有可能。我老師我係三仔啊，一三名。哦，所以你們今天有壓力咯？哎呦，苗栗冠軍的歌手啊，有哦，這要加油啊，好嘛？係啊，按創體咧，對吧？創體了唐先生的功，好嘛？當然咯，係唱國李先生。老師好，阿亮哥你好哈，有些苗栗人哈，同叫我哈，人嘅聲音哈，非常嘅有效果嘅味道，但是人嘅聲，算寫來嚟講，算係柔嘅，算係溫柔嘅柔嘅聲音哈，呢種聲音其實一難得啦哈，啊，但是佢哋人嘅聲音有了實係因為人嘅聲音本來就係按你也講有乜嘅其他音樂嘅狀況係冇？可能佢們聲音確實就。跟健壯個較早啊，健壯較早啦哈，因為平常咩人嚟上啦哈，冇嗰種實實嚟上啦哈，講得出來。哦，其實你唱歌冇乜太問題，也當然有嘅特色，但是一個地方嘅建議，如果米數斷句嘅關係嘅地方哈，你能注意到，比如講萬里關山一重重，這個換氣點就不是很好，你應該萬里關山一重重，按你這種順啊，還有。滄海茫茫啦，哈，武漢南疆啦，武漢南疆就是用這些地方都是較大眾，但是你能夠可以想一樣嘅老最佳的換氣點請出來。其實輕輕的你就模仿原唱，他在哪裡換氣，你就在哪裡換氣。因為給他經過錄音室出來嘅，絕對冇問題。好，我哋建議，謝謝哈。好，安子生，來，看一下嘅分數。好，看邱發亮嘅分數。一粒分數哈，唔係一理想啊哈。唔會做得啦，替拜。先抽電好些來，看等下其他比賽分數用。每天有人蒙死人啊！冇啦，開玩笑。烏鴉嘴，喂，亂講。好，來殺下啦！殺嚟你嘅阿哥，來雙拳帶來發出下。哎呦，後堂啊條歌啊哈，來。你是糖果梦，发梳下，开到黏黏嘅花，仍稀香過去，佢風風拍拍嘅花。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膊，跌落你腳下。髮梳下，有一件藍衫點嘅，
法师啊，有一个老师傅走过的蓝山，走过的西门。就像个门前花，来来去去，不知几多少。法师啊，法师啊。法师哎，来生群。深情啊，深情男子，深情款款，太搞好，哎，那条歌诶，哦，出对真的非常对啊，他家己来讲，也10多年来非常经典的一条歌曲，唔错，系啊，差不多。世界当喜欢啦，唔当喜欢啦。来做这个时间就是客家天台标歌呀，一条歌就点播率非常高了，多高？高到差不多2-3天会放一次。哦，用轻歌嘞，那这算高的啊，2-3天放哦。但是那么歌的按多呢，茫茫歌海当中2-3天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对啊，按多节目。哎呀，还是来青后堂2条歌，真的，哎，要后堂那条歌。后堂啊，青后堂。那条歌差不多有17-18年哦。17-18年，差唔多，伊沙发书好。你将起来细好嘅时节嘅歌啦，2時講17-18，細好時間，所以你讓你是朗說一天啊？係啊，哦，所以你細好時間你就彈過一條歌，有彈過，係，其實就阿頭哥還有蔡依林先生嘅歌誒，阿頭哥有名啦，阿頭哥，陳永濤，當你憨憨用個沙，啦哩啦啦。冇感冇散，哎呦，那阿濤哥真的好有文化的，夾個唱片吼，但台灣可能有啲人可能冇對佢冇乜了解，夾個唱片，呢個人香港還有個廣東啊，客家地區那個發燒片賣得非常非常好，正經呢。哦，嚇死人了！還忙衝客家歌的時間，我就有買幾個專輯。哎，我也有買。哎，我是人家送的。有買個事情。送的咩戲啊？有眼光啊，送唔同。我想買，TVB 買嘅專輯嚟彈。青後堂，它都絕版了，絕版了哈。對啊，而且它好像也很少出來哈。嘿，前一層的有出新的專輯，前一層的。哦，藝術家個性。對對對。藝術家。啊，你創作的，你有冇唐先生來講？哦，好啊。對嘛哈。係嚟。像你個專家來公平。哎呀，十位先生。藝術歌曲按樣版唱的好，體作師體見出定唱的好唔好？因為一開始發出來，這種可能冇彈吉他的關係，你即當緊張，你上經過的時間要慢緊，你踢一拍冇安準的時間，我看現場就全部變那些發嘅，太個變那些發，我變發嘅，我走到旁邊嗰個，係，我就講，所以我就講，你說嗰個你雖然講氣氛，冇一定適合你，我知道。兼比幾首歌曲音準冇按好，不管係一開始也係講梅音全部冇按好，係要撲嘅冇當準。我講唱呢首歌曲當什麼嘅口氣，你聽音落熟，氣氛唔單止係唱，咪按音落熟，好你係聽人問題，還有我知道你情感嘅鋪陳冇按好，譬如講頭前你調試愛做到動腔啊，唔該學老歌講頭前唱嘅樹下有啲嘅氣音嘅感覺，你會唔會轉過來漸強？譬如講，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膊，那種，你知道那種我雙白有高嘛，樣板唱過有波度，
转去咸皮蛋降抖，你就知道那个波度在哪里。几首歌曲我知道有一点乱，不過還係維持我的水準。我希望加油，看今日有機會抽轉希望。好，謝謝先生，可以下，人嘅分數嚟啊！睇下賴松權嘅分數。91分，一個分數對你嚟講還好，唔係講真高，嘿，因為後輩還有幾廿位參賽朋友，加個分數沒有，有可能不壓過我們冇一定。要做回大哥，可能我看看啦。好，保佑一下，好不好？好，阿子謝，多謝，啊，先回做休息，係。好嚟，沙下來呢？沙下來係桂蘭姐姐用桂蘭帶來夜呀上卷龍。嚟做啥嗰啲啊？嚟。一輪明月掛天空。是上卷龍，上希望嘅情懷，一夜無須到天光。我嘅情郎，我嘅歌，情郎，我嘅歌，兩人分開有幾年多。我為對你相思苦，唔知阿公你的我，唔知阿公你的我。一輪明月掛天空，半夜故事上卷龍，上希望一夜無須到天光，上希望嘅情懷，一夜無須到天光。桂蘭姐姐好，桂蘭姐姐好，今日來一條鄉親朋友咁熟識，有這位熟識啊，有這位親戚朋友啊，你啊，因為以前我們有老鳳珠老師學過，我們有學過就差不多，所以也冇定幾好嘅，啲時間冇拄好啦，嗱可以集團嘛，係嘛？上禮拜有來了，因為幾個按部條時間冇乜嘅拄好，搭配唔到，而家搞到佢模糊冇上。咩？佢千杯搞，佢搞我千好，編曲歌係咧，真嘅，鳳珠先生搞我千好，係啊，又唱得好，又軟，又軟，啊細膩度又有，唱得又強，又強，係，講唔講我看佢老公，大半都係係唔講嘛，真係講，以前係咩本家上下多啊？真係好，特別請也得鳳珠先生嚟搞，所以人哋比搞到人嘅底就很穩，對嘛？所以也唱歌咪咁樣，哦，唱一條歌係樣，啊什麼先生？夜夜望卷龍，你望乜人？其實係我想，其實講耶穌歌嘅，我想耶穌歌係因為懷念弟弟啦。哦，喺露台，因為106年嘅晚阿露台1月份過生嘛，然後4月份我媽媽又過生，然後11月嘅時我老母又過生，做1年下來有3個週天，我要到露台去慶友好嘅，所以我會想，我想到一條事情，所以就係身體嘅問題啊，錯，
人生就安尼，就会安用。一年做些啥么呀？从2月份到11月份，给用时的打击是在讲青苔。对，给听错对呀对，其实我们经过啊，讲每3年有每3年，大3年的啥故事啊？对啊，这种人，哎，讲到这种事情，哎，金虫，太紧张，我想到人生真系欢喜快乐之后，你想个安尼事情哦，一想个心情越艰苦，莫想记。好嘛，你留下来你就好好生活，继续把握当下，好好生活，对嘛？哈，系啦，好好唱歌啦，哈，来唐先生来公平啦，那边来。哦，桂兰姐姐，我来了解金碧的心情。其实两个上线应该讲有一种等优的感觉，不过又不会缺少那种应该要有的中低音的频率。唔伫迄唔迄可能唔敢讲的东西，讲的故事的部分影响到人个心情，所以金碧的其实人当到的地方可能处理的部分可能人讲的严准啊，可能就会有较多的闪失，所以金碧表现的部分较无按稳定。你可能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转去略个词可能做得改一下嘛，所以讲中国的世界啦，其实有懂得我们讲的叫做我们的地基要稳，唱歌也是有一个地基在的。所以讲我觉得你抬得太高了，你都会用中上段，你的重心点都会放在中上段。那希望讲能够压下去就压下去，有一个地方可以先试着改看看，就是你的下巴。中国的世界不要一直仰着头，你看可不可以压下来一点？好，有赏识可能因为你拉上去了，你喉咙紧了，你可能就无法突然牙上先表现都按稳听，所以我会希望希望先改一个这样的习惯，慢慢的你的重心往下压，可能你在声线的表现上面就会有较稳听的感觉，这样。好，谢谢，加油啊！可能就唔好太暗黑，对啦，因为有肌肉，对啊，绑凳的，绑凳就会太黑。对，因为没费玉清，对吗？费玉清佢越绑佢越松啊，奇怪咧。他可能本来太对，太紧了，绑凳佢都好松。好，来，看一下几个分数。好，看一下用归两个分数。90分，哎呦，做得冇6木制的，对，冇小安得啦，系啦，好嘛，哎呀，阿冯毅講嘢咧，哈，按住先，也可以哈，係啊，貴人知咩非常有愛心嘅一位太子啊，常常做義工，做義工啊，長照去照顧老人家，挺有愛心，懂有愛心，對，好啦，來，可以下一位，下一位，陳怡婷帶來南下列茶，好，嚟彈款啦，啊。在宁生当中，就是主持最短的婚礼，差不多只有1點鐘聽聽，1點鐘聽聽。因為後來新娘的妹妹就喊過來，然後來講就祝福你，你做得就是下班呢，然後做得2錢啊？為什麼那麼快？然後他就說，應該講。大家在香港佢行出來的時間，係出啲有壓力咧。你調到係你平時是哪先咯？譬如講。
哎，挺好。一条歌南下列查非常新的一条歌，非常新哦。啊 ，Win 的歌哎 ，Win 就是罗文玉老师，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客家界非常清新脱俗的一位创作型歌手。没错，金后堂。你今日我想要带了个新专辑《杜峰》一条歌，一条歌我有，因为之前有罗文玉老师有同我制作过唱片嘛，制作的当中夹哥哥就会因为大肠癌去世，那一段时间他也非常难过。低潮。有一次就是坐高铁下去要回家乡的时候，在车上灵感写下了这首《南下列车》那条歌。哎呀。因为最近我感觉到我时常会转去庙里，然后因为之前啊，我伫也去台北做事嘛，那也是算是伫台北台的，不过就会有一段时间就我嘅嫁公就已经就是到天上当天使以后呢，我就感觉到我嫁公喊出来的时候呢，然后我就一直冇转去看佢，然后一直都佢。就是上天堂了以后，然后我就感觉到，为嘛该呀哈，就是才会想到要回家。树欲静而风不止，就超对啊，对，要好好的把握。对，这首歌也真的蛮有意境的，很好听。他个观众朋友，你知冇？佢咩客家人呀？佢原住民。原住民哦。係啊，原住民朋友。清真哦，還會講客話。係咪？客話講到很爭哈。係啊。有厲害哈。南莊嗰邊嘅原住民。苗栗嗰邊。南莊。西客出嘅。西客出。唐哥唔來自地天台主持節目嘛？你還會有接一些外場活動的主持哦。外場活動，然後婚禮，然後還有啲那個原住民嘅廣播天台。哦，那你身兼多職哎。對啊，很厲害啊。要賺錢啊。要賺錢，會省飯。我剛聽他講說，你有一次去主持一個原住民的婚禮，清神期，你做起來講一下。我去底下嘅花蓮吉安鄉那邊，然後我就也係我人生當中就是主持最短的婚禮，差不多。只有1點鐘聽聽，1點鐘聽聽，1點鐘聽聽。因為後來新娘的妹妹就喊過來，然後來講，就主持人，你做的就是下班呢，然後做的2錢啊？為什麼那麼快？然後他就說，你看底下全部都就是開始開豐年祭了。全部是就追的啦，就講你做的2錢追的啦，全部是就追的，你不用2進，什麼都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家，全部已經睡了。對，好厲害，青後川呢？對啊，原住民朋友他真的結婚沒有什麼禁忌的，像普通那樣的婚禮哈，有一些歌是不能唱的，什麼無言的結局哈。給掉全部做的，做的，唔丟人，做的，他照唱全部做的。對啊。他就故意唱給你聽，這樣。對啊，給他們那樣 PK，你知道嗎？對呀，很像他們才藝表演呢。青後高，青後高哈。跟你再後來聊一下，還能讀多一些趣事啊。好，那今天哈唱完了，還要面對現實一下。對，請我們的蛤蟆老師。蛤蟆老師來。依天哈，我聽講嘅客家話都真當標準，真的標準，真當標準，當難得。不過人哋參加比賽上係有部分嘅建議大家都嚟參加比賽嘅朋友哈。第一點就講，你選的歌是客語跟閩南語，在同一首歌底邊，你轉換一部分你轉的歌來冇？第一點，因為人哋西安的發音，弄了後來的閩南語那部分有一個落差，所以你轉唔過，調下你有動作部分轉唔過來，所以我都講，這部分就參賽者自己可能會想，關於種客家的咩腔調，你要選這樣的歌的時候，你要有十足的把握，你才有可能，因為你在挑戰安樣的東西，你就想要把分數有拉高嘛，你有這企圖心嘛。那麼你練習過冇完整的時間咯，其實扣動多分。那第一點就講，可能你有參賽者會有一個想法哈，你永遠成為不了羅文玉。你也永遠成為不了謝宇威。當你唱花樹下的時候，我意思講嘛該，我意思講，你不管選乜個歌誒，全部冇問題。但是你要用你自己的嗓，不要去模仿他。你要講，你學習國術的歌曲，我先去模仿他沒有錯，我把整個拍子
感情全部那个练习到 OK 的时候，你用这个来嗓音，好，去诠释另外一种生命。因为这样发出把这个歌曲拉大，让评审唐豆公你有不一样的风格。台湾你的唐豆，你在嗓全部跟我们桂兰姐一样，全部拉的频率拉很高，在喉咙这边，你要给所有个力的好磨出来，你就卡电啊，你后来转音就转不会高，所以那部分可能我感觉懂可惜了，所以一天那部分可能你懂戏法的歌的某一天係適合你哋嗓音嚟做比賽，那部分可能可能要想清楚，尤其會你除了給了5月時間，可能壓力較大的時候，你那部分還要想要還要清楚來，好，繼續達標。演唱任何人的歌曲啊，就是比如唱羅文玉老師的歌，你要比羅文玉更羅文玉，比謝宇威更謝宇威，衝出幾個明星，那就能打動這個老師還有觀眾朋友。對啊，對啊，好，唔怕，記得這一點，學到了。對對對，好，來看一下，看一下陳怡婷嘅分數。你看吉祥數字，那個球先生，哎呦，笑出來，哎呦，家不能免出主嘅，叫咩快提嚟？哎呦，一笑起來，哎，看到88分就笑出來咧，唔會啦，今後，是的，希望你的主聯繼續的保佑你，好不好？好吧，哎呀，後面還有一位參賽朋友。不知道給個分數樣辦？你送禮拜給明年咋？係咪？啊，所以自己保佑啦，好吧 ？OK， 好，結婚一下。好 ，OK，回做休息。係啊，當難得嚟演出面嘅朋友願意嚟學習客家話，嚟唱客家歌。誒，真係當感動，真嘅，感謝。好，嚟沙下來，係送禮拜嘅明年咋？翻用嘅帶來。阿妹帶頭彈電情歌，好嚟彈過來。韓國日落又日落。風吹竹人梅朵朵，竹嘅大條心如水，阿妹大條電情歌。我見過山如河，河水跳西天路，我讓吹竹人梅朵朵，竹嘅大條心如水，阿妹大條電情歌。我見過山如河，我唱住西天路。我哥哥你好，送禮拜冠軍啊！你好，你好。哦，送禮拜得到冠軍，終於衰唔得嘛？輕鬆嗬，衰唔得咯，衰唔得啦，衰唔得啦！係啊，強到天熱實，冇咁冇殺殺，牙生添。我哋呢要好嘅好爭啊！哦，嘅牙聽用扮爭啊！開始哦，慢慢調整啊，水時候多掉啦，哦，食到潤和而家掉潤和嘅膨大係嘅東西，係啊，保養品啊，係啊，保養品啊，係建議你做啲薄啲嘅鹽啊。
还是啉到的酒啊，当兵的是人酒包，出来还不是我玩酒包，冇亂搞好冇？係啊係啊，酒還有是啦，哦，酒有係啊，酒係酒啉到的什麼不用強鬆，正經有差嗎？對，有啊，吃到是酒會很呢，有點條會很呢，有等於會很，有等於要啉酒佢怎麼不用鬆，不用鬆佢怎麼誒，這公園習慣冇共用。係啦，哦，就像左邊，我已經很鬆了。昨天我們你已經很鬆，看得出來，你太鬆了。喂，左邊嘛，有一場嘅表演，客家之夜嘅表演哈，啲新作，哎呀，有黃連玉老師嘛，他在後台就準備2瓶紅酒，2瓶紅酒，1瓶 whisky，對啊，讚哦，對，他們就是那個陳升老師那個系統下來的，唱歌之前一定要喝酒，聽說是酒誒，看嘢表演沒有是酒，係啊，觀眾話來啊，來，我拿個鼻，拿個冇，老哥冇食酒啊，佢倆哈笑，記得咧，記得啦，禮拜當個洗手操，酒色財氣樣樣不缺，開玩笑，酒乃穿腸毒藥，盡量不要，對，他就是啦，有一點顏色咧，係咪，小可裡面啲嘢都得啦，哈，小酌怡情啊，都得，好啦，按你衝得嚟哈，嚟唐先生嚟講片，請這位先生，好，應該講。大家啲香港佢行出來嘅時間啊，就地有壓力咧，因為錯嘅 V 一個禮拜天天香港，哎呦，我樣辦維持我提名嘅 V 嘅，故所講一開始唱歌我知道人上當狠，我一唱 T 已經係就看師傅先生講，人上件朋友冇唱雙拜安尼，係啊，按可能先啲歌曲沒有關係哦，阿妹帶頭。電情歌都是發 O 的音，故所講要調整一下你發音的位嘅，你全部啲係後背嘅發吼，人家上躺起來昂之外，我躺唔出你唱嘛嘅，還有T3嘅後背有碟詞唱喎，即家講一下，有碟詞，好潮唔住四天咯，嘅好潮唔住吼，我要做個當喊喎。破水就西天路。轉來建造回來，其實後邊就冇替邊的歌唱暗號，後邊嘅後面唔夠神主講自家咩，自家講一下，有一啲啲差一啲啲落魄嘅，一啲啲啲詞。故所講，幾首歌聽樣我都當緊張，唱歌係嘛個，就像羅大哥講，不用強鬆，你冇不用強鬆，你彈嘅人有壓力，你歌彈嘅就。出發要出冇按好彈嘅，基本係唔係分數用關係，唔過可能你調到係你平時時常喺先咯，譬如講碟詞，譬如講破嘅，譬如講音準，還有最重要係你發生，我知道冇上個禮拜唱咗按強鬆，聲冇出來，你係我知道你有實力，唔過我知道你緊張嘅，但根本你做得維持啲啊 V 嘅嘛，好嘛？加油！好。叫啊，有時咧，飆出來，阿妹低頭唱情歌就飆出來，真勁，對啊，阿妹低頭，謝謝羅哥，謝謝羅哥，謝謝金曲歌王，子頭，對，也哈佢。佢喺上禮拜冠軍嘛，對吧？所以愛邀請一下嘅。你哋下個請國父嘅賴松權二哥，來，有幾種嚟哈？對，佢呢一兩邊，那一邊有辦法做上避免債波比。看下嚟看分數咯，嚟看范永傑嘅分數。用情有平今日唱比雙倍較好。好落嘅後兩條較好咧，那個中醫啦、西醫啦、刮痧，那個都用上嚟。來看范永傑嘅分數。安永珠。恭喜賴松權，哎呦，恭喜啊！要做的，等送給你嘅 V 面炸嘅步驟，我從於 V 面炸步 V 之前先多謝辛苦嘅，哦 CV 評審先生，還有天從嘅觀眾朋友，多謝，好，感謝，來歡迎俺的 V 面炸哈。
来，恭喜恭喜，来免双鱼波比。哦，陈凤竹的波比真八岁，之前有1位参赛朋友已经4度连续4礼拜嘞，介绍一下，几viên的梁淑娘，哎呀，大下阵哇，恭喜恭喜！係4禮拜呢，冇簡單，係咪？所以表示你參加嘅挑戰朋友，安尼水準較弱。就聽你講嘅，哪有咯？冇啦，太厲害啦！太厲害，講真係太厲害，真難打的，正經。哦，你家就看認真啲位嚇，係啊，整體一下可以辦法錯中個位面再報名，好嘛？加油加油加油！哦，嚟，我比賽之前都要介紹下你評審先生，好嚟。黃필수先生、李秋霞先生、魏新瓊先生、羅盈盈先生。好啦，先生介紹睇到，極極的有請第一位參賽朋友，係由咁可以帶來三個字。好啦，好啦。嘎了金那神啊，冰心流中啊，唐山了江啊，对头了风啊。你好，咁開始上演做得衝一天嘅，當寒嘅做到咧，咁開始咪叫我動咗愛心嘛，係啊，平常時可以做志工嗬，係啊，上禮拜很喜嘅，去到哪邊嘅？去嘅咪個安陽院，哦，係呀，唔帶哪邊？我帶啲新北市啊，新北市。桃園的安陽院，哦，阿姨表演係啊，係唱歌嘅，本嗰條老人家堂嘅，安陽院咧全部老人家嘛嚇，大部分應該係哦，大部分係老人家，不過如果好像雖然冇法度照顧嚇，把他送到嗰邊去啊，是有臥床嘅，臥床，很嚴重嘅嗰種，去到嗰邊嚇。才讓第一個哈，真的是健康真好，真重要的。跟所有嘅老人家哈，每一個屁股掉條，鼻胃管，你冇辦法吃的。哦，懂。對啊，就是全部用乾嚟啊。跟而家喺唱歌嘅佢啊咁躺喺度，躺喺度。以為係咪有感覺嘅？有。以為佢還會跟我們對話，只不過佢是沒唔啲佢就是。裝的那個鼻胃管那樣嘅，他還會跟我們對話。他人家都還有那個表演歌中劇哦，歌中劇有表演。可是像講哈，像類似講戲鳳啊，哈，戲鳳哈，一般哈我們在表演穿插一些跟哈
安尼行业那个鲤鱼呀嘛个。大鸟快去扫地。穷啊有就抽了，有的会头一次啊有。对啦，这本季啊，带了烦恼本季啊，就大家看。对，很有爱心哈，很有爱心。好，安尼总体来唐先生的公平，好不好？强风批数先生。好。邱太金你好，你好，你感觉今晡日谈起来又下紧张哈，又就是其实整体来说其实很完整，不过要挑小毛病还是有，像精神、喘声全部不能卷舌，对，因为视线腔没有卷舌音嘛。又几扎死哈，像去尾，你听加球让你的嘴巴闭起来了。其实你要把那个整个韵收完之后再闭嘴，否则会把那个你的韵切掉。唐一来球摸俺就是把它的收的韵比较漂亮，很有音。好。哦，了解。了解。对，可能今天做较少了。暖暖包唔拉。哎呦，还热的嘞！正经呢，唔会好的，真的啊！哇，安好，身体健康。哎呀，来看一下大家分数，好看一下有咁每一个分数。哎呦，要分数不差。好，谢谢。好，应该抽问了。哎呀，但是有办法抽中应该冇 MD 哦。还冇一听。哎呀，好，加油！好，谢谢。好来，回家休息，安子先。好来，沙下來，綜藝劇帶來平板。來，等我啦。阿 Q 子，魏主持人吼，阿 Q 子啊，哈，系啊，平常时常讲动好运通吼，当然要去行啊咧，无注意去山啦，去山哦，去乜个山？针头山，无啦，就是细的山啦，向太山咩冇办法，因为我个脚吼，头发又长火吼，用个金属即系金脚嘅位数吼，右脚嘅位数。个脚毛主团体啦，接过啦，所以跳太山去跳球没冇办法。我冇输送。以前有爬过较高的山是吧？有咩冇有行下远啊，行下球的啦，5大风控的冇办法啦，冇办法，真的，所以生意哦，出门呀就是生意哦呀，对呀，但是平常时呢行啊算不差啦，哈。冇出平个。
有人抽去旅行啊，出去旅行啊。如果我去出国啊，安尼迄有限就停人去出国，了了啊嘞啦。退休了嘛。都安尼俩年龄哦，就那一部木竹白可能哦，那一部快乐安尼就去那一部人。当然咯，相当快。又无瓜太，又无瓜西嘞。安好命嘿，希望他家做安好命，好吧？做对啊，听说安用吼。好，来唱的唐先生的歌。来唱秋夏先生。好来，无瓜太，无瓜西，那位都喜得哈，唱歌就快乐。来，你闹热大力腿哈，真好哈。哦，真快乐。暗日曲哈，今日唱比双飞较好，有进步，好乐见进步，后两条较好嘞，较好嘞。那个中医啦、西医啦、刮痧，那个都用上。有用有花钱有赚哈，总共3步也好。3步能叫講對人哋肺活量唔過你飲質好，咁樣潤腳好，唔過還有幾隻蔬菜小缺點一同講下嗬。吃過流傳咧，傳咧是人感覺嘅大熱嘅蔬菜潤中冇按好，你比較嘅多少一點嘅後年鹽嘛，係咪做出嚟嗬？多二鹽啦，天一機，嗱 TC 機嘅鹽哦。多一了金毛，你金毛比較很啱嘅種。你唱歌嘛係寫嘅，潤腳嘛。你唔係講切對嘅比，嘛個高音唔係潤腳去寫嘅。還有家唱歌，有冇做邊拍見看蛋糕，記得看你睇不見。其實唔好將你平生先生當做你當太壓力，你就平常心，平常心唱，跟人家表情，你超好嘞，希望下回能夠加油啊！加油！然後都冇同喺個先生當做人，點唔啦？係咪緊張誒？跟家事先生面出來，有一些緊張。好啦，嚟看一下今日分數。來看中一曲嘅分數。壓力來咯，有壓力咯，93.5。哎呀，分數以後呢？一個。係啊，哎呦，加油！保佑啊你哈！哎呀，高模真的做錯創意哦，好，加油！好，謝謝。好，好來，真係非常錯。又運通又好，又花錢又好。咪，乜個意就看意，乜個就意。這，因為意過後嗬，係啊，當然一定會保養啦，保養一定會較好嘛。好來，沙下來入邊。沙來，總免飛帶來3個字。好來，彈個啦。
年纪，两位主持哈，今日做到像公主样的咧，头发公主，系咪按奖吧你？一旦拜都按奖，系咪系啊？周星都三夫，是特别做的系嘛？系啊，特别做的。为都喺度节目做呀？系啊，骗人。真是的啦，有的老年大里头全家的你拢靠得到。哦，按慎重啊，你安尼哦，有心啦，系啊，当有诚意，系啊，个唱歌咪叫特別一練啊，本來我唔入講客嘅，係啊，嗬。也唱得很好。我感覺唱山歌真快樂，真快樂啦！佢唱山歌叫乜上到人媽媽啦。哦，上到人媽媽。我見你學山歌，我要面到我很識睇一睇面容一下，我媽媽時常會唱山歌呢。但是我見回想起來嗬，同人哋見也都學嘅冇嘛相同嘅，18冇相同啦。18冇相同，樣板冇相同，嗌媽唔啲咧。哦，特別細聽到嘅媽媽唱嘅，同野記學嘅18冇相同啊。哦，假使頭擺係有人攀啊啲山歌比賽嚇，嗌媽媽因為千歡喜，係一早都參加，會千歡喜，唱歌千歡喜。冇相同原因可能頭擺做一個顯嘅個鑼鼓添嘅，也有加上嗰啲時樂，要較豐富。聽起來都冇咁樣，對吧？哦，所以媽媽也係冇錯嘅，冇錯嘅。哦，都成10多年咧。哦，我很唱本吉他。係咪？係啊，佢係錯嘅話，佢聽到看到你電視台嘅一天歡喜到哦。大禮拜都會數看哦。係咪？禮拜都會裝電視。哦，裝電視。聽出來。好啦，按你總體嚟唐先生嘅講評。好，請魏生講先生。係。那位人士民。弄來嘅中小級哈，因為唱了3個字，上貴我也評佢1到8哈，進步也1到，按佢嘅台風各方面笑容你都全部當好，按你也是講純粹係咧，給你兩條3個字嚟，嘅表現嘅感應嘅時間，佢一個習慣性，第1句、第3句，第2是係為氣勢，像為有這樣的哈。那個第1句、第4句，個秀美啊，個專業啊，唔係講非常係有人當人哦，按準教嗰個部分啊，調起來些有多少嘅立音、破音度嘅哈。按其他啲方面寫講嘅18冇強項，因為佢南部嘅山歌，然後咧北部山歌，早期嘅時陣哈。個唱腔有多少冇嘛嘅？但是講兩行嗰啲北部全都先生個朋友都係交流以後呢，佢哋講，尤其佢哋到台北呢嚇，都好少些是講好接強喺度北部咧唱腔，佢演唱有啲熱心很好，相信佢啊很有動態成長嘅空間，加油啊！仲好，好，是孟先生。你都一個蘿蔔一個坑。有些唱嘅。7號先生都唔掉，唔緊係。免費唱了3個字，佢潤腳油，但是佢因為做佢講佢南部來嘅啦，所以佢咧唱了3個咧咬字方面可能就比較在老木腔咯。如果3個冇唱到3個啦，3個哈。糖的糖是你多唱的糖，你習慣咗了容音拼音，記得嚇，你咬舌注意嚇。還有種嘅裝飾音唔係講做唔得，你講要咪去運用強弱，唔好得雜咗強的，你俾人有注音冇分別去咧，嚇。所以又何了一山啊！一個啊，那個強弱，你是比較是人們講，你3個唱落啦，你做唔得，又何了俾人按你唱白咗，所以記得強弱其實亦不用埋去運用，你記得啦，好嘛？哎呀，懂我示範，真的，真印象。對，好，來看一下大家分數，我看一下總免費嘅分數，
90.5分。哦，音目前较大分的哦，係啊係啊，對對對，哦，唔怕，先坐好嚟，坐少嚟，坐定一下，係啊係啊，安子先，好，在那邊這樣子，好，好，哦吼，撒下來哦，撒下來，嘿，彭水峰帶來平板，好嚟，哦吼，嚟。水风哥，哎呀，唐大哥好，两位主持人好，你好，也有粗型的，係啊，有好看嘿，萬人輪大班的安尼啊，哦，似家上誒。朋友哪係天上嘅？沒假真係啊！哎呀，佢睇安尼客家水電工嘛，客家水電工，對啊，因為而家科技嘅進步，建咗50年了，50年前嘅時節，佢用是冇像而家科技進步有乜個天機嘅天裝嘅，哦，家下全部用手工嘅，用手工，我一張學時，大概手以後數量啊，手都重。哦，重，當佢用數錘。沒，參白嗰條啦，參白啦，參白嗰係你用大嗎？乾嚟我批到個白度，你參白嘅時節全部用手嘅啦。哎呦，跟住鐵拜起後嘅差唔多一整嘢啦，從個錘都重。冇從也用個天裝嘅。冇啦，家下冇。辛苦誒！就像頭擺年有冇？頭擺嘅安尼蘇花公路啦，哦有冇？嗰條山洞全部用手鑿嘅有冇？有啦，錯。頭擺係很辛苦嘅。嗰乾嚟配好嘅時節有冇？嗰要縫嚟抹轉衣服，嗰全部用要繡把裝，繡乜多？哦，真的啊！真的啊！連抹都都冇嗎？冇。哎呦，按粗誒！條架當生啦，條架黑假型。哦，真的，就是因為有陣時，因為我睇有啲乜個天波飛咧，有乜個線咧，有嘛？自家不啊，像我啊，冇嫌人就自家做，冇人改嘅嘛，冇人改嘅真係。佢就黑假型當要嘅用嘅。對，上錢啊！係啦，上錢。也沙長半點啊！但是也退休嘅，後面退休衝過咧啊！衝過，可以衝過。衝過樣板，那唐先生嚟講。好，強英先生。好，彭太哥嗬，今日上舞台咧，唔單唱係唱歌，見來見本人處到喊下問題，你係打扮咪見來見進步哦。什麼？其實我頭先要講啊，彭太哥愛用當唱雞，係配一啲啲嘅下。愛一啲啲嘅林風。風兒呀，吹動我的船帆。我唱嘛？
我就会创客家庭。哎呦，咁講嗬，因為潘大哥嘅聲非常嘅好，當亮，韓國唐九就對潘大哥嘅評判嗬，本來就有談起來下自然還有信心嗬。譬如講呢個體育嘅愛上床，你係數目非常非常嘅正，係你係認為就係呢個經驗累積起來嘅嗬，甚至特別愛練係冇一天重得多，嗬，所以上來嗱，你係潘大哥嗬講一下，從呢體育嘅數目數到安將。好，你就得留佢揾到第2季、第3季、第4季去就嗰去談看啊！嗬，應該你係強弱有數妹，韓國冇數妹，談起來會冇強弱，不然就得做咗比較。咁樣就會啲講，哦，其實將來相信好係講，大家就得做到安將安順啊！你談起來會很下自然。好，你係不然你係做得參考嘅為數，韓國第2季。愛堅強，愛堅哦！好，第二篇呢，我咁講嘅堅強，專業嘅時節做到很下自然，很下順嗬。我相信你喺貴屬評判呢，做得講係你唱到非常嘅好嘅一首歌曲，什麼呢？堅強，冇唱多遍哦，愛強。來，歡迎分數來。彭水峰嘅分數。54分。哦，要幾秒？啊對，哦，所以我自己唔是驚。有啲緊張咧嗬。有人嘅實力，係啊，好好嘅唱，穩穩嘅唱最好。好了，抽，先抽正義，等候休息。好，安住先。等下行去來。我來殺下你入邊啊！連續4禮拜嘅避免咋，兩蘇妞帶來羅山歌。係好好嘅唱，嚟。個悲傷，莫見中心情流。冇輸到前面那個分數嘅壓力嘅，係啊，好，有啊，咁要，莫有一些些咧嗎？咁樣緊張，即係講嘅莫緊張你，係咪？會啊，很係會啊，會嘛。大禮拜連續4禮拜咧，今日講上我考5關，係啊。我當然愛喏，有機會啦。跟特別畢業時間你都想乜嘅？想愛
老歌唱得好。哦，讲海量嘛，哎，吃眼功就好。我看到我會拗過來。莫看嗌。你自家講好咧。係啊，我記到嘢。我是想誒老歌唱好本大家聽。哦，唱本自家聽。就是來到一個舞台，全國的觀眾朋友嚟看。最後我會唱本全國的觀眾朋友睇。係啊，係啊，吼，唔是上嘛嘅，係啊，反正講真迄個一禮拜冇歌，炸過來變嘛，咁我下禮拜就所以時間要較長啊，嚟點點啦，係啊，哦，當然縮較短就會較好啦，吼。希望就是這樣，有時候是管下。係啊，都帶樣板唔啲，哦，啊，唱嗰樣啊，糖都是當好啦，係啦，吃都沒情況。那邊欣賞的公平啊，像應該係藝術欣賞。對。宋友靜吼，我唔係第一擺同你唱歌啦，你有動好嘅上，根本因為沒表現嘅動好，不過我會感覺你太小心翼翼了，但係時你就會把它做得很完美，我彈起來就沒有什麼大問題，我也沒有辦法挑任何的什麼咬字啊，我們所強調的腔啊韻啊，就是腔跟韻，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應該就感覺就是因為你太小心翼翼，你把每一個打扎實你都要把它做到那個完美的地方的時候，感覺你給戲啊某個就是讓它不用自然，讓它很順，就會覺得你一直在控制它。唐希瑞就會感覺下，沒有很行雲流水的感覺。我以為真的，哎呦，原來太完美也是不完美，也是一種錯誤，也是一種錯。哎呦，尹先生，好嚟，尹先生補充。其實哈，今比蘇玉姐唱嘅啲老山歌，講算才會其實就係唱啲皮書先生講嘅吼，冇乜個好講，內味唔好。咁個我就係想講，我鼓勵你講，其實吼後生人本來就有好嘅上改，吼上任好其實就讓人入版咧，吼所以其他嘅韻味啊，吼腔調呢啲部分，我相信入擺。如入擺嘅比賽為本次家喊下進步，吼，咁基本你老咧，N D 嘅咧彭太哥唱嘅講實在，我感覺起來吼實力相當，因為彭太哥記住嘅係咧基本次家嘅咧韻味，吼佢嘅條件非常嘅好，咁講你如嘅係好嘅上入，吼，因為我感覺你特別比賽時都當緊張，所以不用輕鬆來唱，我相信你嘅表現會喊下好，是冇你，是冇先生，對。唱歌時淨係唱嘅時淨係冇幾多人旁邊的緊張嘛，對吧？自家一三年喊他緊張。哦，好，我哋開劇嘅分數之前，先有請哈。目前請過分咧，彭水芬太過嚟到舞台當中。94分哦。對，哈。安尼都係用咩分數樣辦？好嚟，公布一下嚟。好嚟看一下梁淑娘嘅分數。老山歌，你係咩風族呢？人係腔名。哦，其他風族啊。佢係控風族。風族都聽過唱歌啦。真勁，剛跟老師學的。你臭屁！真勁。看一下梁淑娘嘅分數。哎呦！哎呦，先生呢？差到一分，對對，差到一分。哇，恭喜，安尼，哎呀，安吧，彭水芬想再接再厲，哎呦，繼續加油。好，安尼都恭喜佢。恭喜你嘅蘇牛記，等到你嘅美面加個報名，連兄禮拜，恭喜。用錢來電波，一個單元呢，我們有請到台灣各地非常優秀厲害嘅團體來喺節目當中嘅表演。冇錯，見到來嘅沙台咪超厲害哦，樣板厲害，唔掂哦，係要京劇歌後來指頭嘅團體。哎呦，佢一天非常嘅厲害啊，係，日日都有請啊你。好，沙來就來獻上人哋風族記文化藝術團帶來精彩嘅表演。好嘞，看下了。
赞的，很赞的哦，太好，太好，太好，各位泰国太极好，嘿，风主先生，风主先生，起来，啊，那起来，我起一点，骗了，嘿啦，什么 PC 啦，係咪？啊，兩位主持人好，那個頭前嘅評審先生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哦，風主先生好，野望風主先生，哦，啊，各位安尼美少女啊，哈，還有帥哥啊，你們好哈，大家好，有獎冇？請講哈。嗨，三夫作起來就講啦，嗓音哈哈講，啊，嗓音還講，那個氣勢磅礴呢，真嘅好和諧哦，厲害哦。有一開始係有啊，嗰位美女哈，洋蔥嘅樂山歌，兩位風族呢，人係腔名。哦，其他風族啊，佢係控風族，控制嘅控，唔係恐龍嘅恐，控制嘅控啊。哦，其他都風族，啊風族你都菜市仔名都錯嘅，風族都聽唔到狗啦。真勁係菜市仔名啊？剛學的，張學誒，剛跟老師學的。臭屁！真嘅。蔥都案後剛學的，你學多久？我以前三大調都搞不清楚，但是跟鳳珠老師學習以後，然後回去就認真的聽。哦，對。意思說他很有天分，他天才來着了，別上色的意思，上色真係，哇！家佬都很唔創嘅咧，結果哎呦呀，比聰比我較好啲嘛，各有千秋，各有千秋，對，係啊，因為我按你啊，唐貢金咩客家人啊，唔係嗎？我爸爸湖南人，哇，湖南人啊，湖南女子哈，那個性一定，騾子。湖南騾子，那女子好還是騾子好？對，都一樣蠢。他是在講爸爸嘛？開玩笑啊！哦，按你各位啲嘢片，按你練習就一久嘅時間啦。其實我哋風族團，風族之文化藝術團嗬，成立冇多久啦。哦，冇多久呢？成立以後又讀到呢個疫情嘛。哦，又停喺多久嘛？哈，就啲疫情過後，大體係7月份開始。咁你講去年19年的時間成立嘅，過來度到疫情嘛，年代都度到疫情，今年22年，舊年的都疫情嘛。係啦，7月份又開始復課，又開始訓練。啊，呢一啲好朋友呢，係揾到幾揾啲客家嘅歌唱好朋友。你不用師生嚟稱呼啦，哈。大家喜歡唱歌，我也喜歡留大家分享哈。韓國呢，呢團哈。有請到那個專業嘅冠霖老師，因為冠霖老師哈主修聲樂，所以講佢嚟我哋位唱歌要停有3年嘅時間，所以我感覺嘅後生人哈，你就一本嘅機會，所以講呢團希望講很快啊，做得練習哈，還有水準嘅合唱團，你睇當戲師嘅當中，本佢教較有水準，本教較冇。係嗬，所以民間藝術，為唱神歌哈，專業嘅就冇強樣啊，真嘅冇強樣啦，嚇，領域不同。對。韓國呢，還有呢，就舞蹈。還有跳舞啊？舞蹈，舞蹈我是唱到定家廖金蓮老師指頭嘅舞蹈，特別你客家嘅手跳。安尼一聽懂好看，真讚哦，很有看頭哈。安尼根本唐樂基啊，就安尼按精彩安尼甲表演過後，安尼唐一下欣賞。我哋本期嚟，佢有乜嘅建議，有乜嘅鼓勵嘅話嘛？好，嚟好，我要唱那個秋夏欣賞。嚟德高望重的秋夏老師。欣賞哦。好。所以咧，風族係我嘅學生嘅。哇，跟那人係師祖級嘅。師婆啊。師婆。師婆啊。我孫女係有來，其實師祖。師祖。我能夠搞出按第二個門神，我非常歡喜。我搞出真多第二個哈。今日看到呢個團哈，講老實話哈，因為同你嘅國體獻出來真人啦。
哦，所以佢創作嘅上面非常非常嘅嘹亮，尤其個乜嘅風鈴啊，嚇，眼邊像乜嘅，風燭風燭啦，哦，呢個控風燭係哦，真難得，我以前人。哦，能夠將安尼客家老山歌唱得安好，一聽就發到去風燭都該唱，西風燭都該唱啊，哈，一鳴驚人哈。至於啲智慧老師哈，也係非常有名嘅哈，也彈歌劇哈，嚟挺有名。啊，我冇注意寫的歌曲哈，大部分都熟面孔啊，哈。能夠有按強聲的一吹哈，大部分你大家冇注意見。非常好，哦，今日本條非常傾啲，好，安先生，多謝李志華先生嘅鼓勵同建議啦，嗬，係啊，哦，希望有團隊越來越好，哦，表演，希望更愛嘅創作嘅有請也嚟去表演，哦，梗係神猛地，神猛大神猛大病，嗬，對啊，安尼沙下來，嗬，係要介紹乜嘅精彩表現咯，不然大家看嘛。接下來有你嘅冠霖老師，王冠霖先生，笛子獨奏。哎呦，哦，那他很會吹咯，哇，那對啊，那我們趕快好好來欣賞一下，好嗎？好，來，共同來欣賞一下，來。讚哦！主持人好，我特別我生意呢，單槍買呀笛子哦，差唔多買4億幾啊！好正經啊！係啊！我細個嘅時間咩要學呢？要學過係啊！乾淨哦，你小學嘅時間，我小時候才女啊，你阿唔你氣很足啊！你追這個剛剛好。你唔係講喜酒是做的了，叫孫哦。我會爆音哦。哦，哎，真的呀，真的哦，還是要控制得當，當然。哦，跟人哋教學生搞到佢學生有出去都要表演呀，對嘛？是比賽到音樂會咁樣。哦，是不是有唱呀？對，意思係。自家佢嘅音樂會沒有啊？有點像成果發表應該。哇，厲害！哦，一個團體真係都有唱到，真係。都成容易。係咪嘅加加動多嘅呢？冇強樣嘅面相。大家按悠然呐。悠然啊！誒，聽講撒下來表演嘅，能可以種才藝哦。是係撈吉那強下菜。哦，咱係強下盤，盤嘛，我冇拍盤呢，我單槍做得衝天天呢。你從是體力活呀。哦，你都吹，你都衝。你太厲害啦，好神樂嘅。哦，神樂嘅。誒，講到神樂，我先來談一下，帶來一下神樂嘅東西。都本地，會難聽哪麼？
那先唱歌呀，喷。亲在日。哦，亲在音呀。亲到了。还有亲。声乐一般按那个唱歌的，平常唱流行歌曲，像唱声乐迄无共用嘛，共鸣无共用。系啊，声乐要用乜嘅共鸣？圈声。圈声啊，係用圈聲唱歌，做唔得用嘅上句。哦，做唔得用後連條。錯。哦，唱歌唔係用嘴嘅條哪？就是後連條啊，用全身啊，全身都用嚟唱嚟示範一下。誒。难怪你看，给麦克风拿来。对啊，冲上歌的全部不是用了，不是麦克风啊！哇，哎呀，难怪用全身在唱歌的啦。你还法强嘛？花腔女高音的嘛？对啊对啊，很赞哦，很厉害。哎，这个哎，我来试看看。如果不用麦克风，这样声音够吗？哈。哎，有人在吃鸡啊！我以为他吃鸡，还唱唱吃鸡啊！有些唱吃鸡吃猪样样，嘿，哎呦，真的冇空都冇空样哈，要专业不是专业了。当然啊，很厉害。哎呀，是，哎呦，今天真的好棒！哎，你看，我喷啊，记得唱歌的嘛？对呀。哇，我以为他机会让向他合唱嘛。我动上哦。哦哟，动上哦，想要喷那一条。哎呀，哎呀，兴奋快乐。黑暗歡喜，我幸福到半大家欣賞 ，Just get married， 黑暗感痛，你未來嘅名義，都愛牽手下喜。好，唱的又好，很赞哦！今天很棒的表演，超赞，有赞冇？有赞冇？哎，當然七家欣賞一定讚嘅嘛，對吧？來你欣賞啊嚟建議鼓勵下，我唱英欣賞好嚟啦。因為吼運動唔係講公平啦，因為我老翁先生係19年嘅好朋友咧，吼，你說是同球咧，你對係細阿妹嘅時節都做媽媽。哦，就是少女變成少婦的時候，哎，你不能這樣說，我們還有跟黃佩書老師一起辦過3人的音樂會哦。少女變成輕熟女，所以我們還是少女。你還是阿妹啦。運動講，我想嚟加入兩個節目啊，吼，介紹汪先生嘅好。運動講，因為佢係音樂嘅畢業，韓國佢畢業之後就接觸才學教書吼，所以佢對呢個客家文化嘅推動，非常嘅認真。開始對當辛苦，就係該當時你很長出來教書嘅時間吼，你已經交流講，才學教嘅樣板來推動呢個客家文化、客家歌曲，韓國學教係先生啊、教長啊，係講冇支持，呢個樣板來想辦法本佢都支持，所以你對本年就一直在呢個客家文化。不過呢幾年啊，吼，汪先生嘅呢個成績，日本人看到咧，就係不講佢圖成人咧，又係包括佢呢個圖台人嘅合唱團，吼，成績見來見好。嚇，韓國佢咪圖成人，不管係合唱團啊，又係藝人嘅比賽，咪當好，吼，包括佢上擺人嘅分享，鼓勵到當成人咧成績唔好，不過才比賽些得到當好嘅成績，吼，又鼓勵到了啲成人，從學東西而乖哦，所以汪先生推動呢個文化對當辛苦到底係入心機咧，所以為佢非常嘅歡喜，恭喜你，是嗎？安尼撒下來係要準備下精彩嘅表演對咯。唐公有芋頭嘅表演。哎呦，向下來看一下，好，咁我轉台落嚟。哎呦，夢
这个叫摩，这个叫背。哦，又要背啊！要放在我们臀部这边，不是放在腰部，放在腰部。哎，你有？那叫3八。还有叉腰。美女哈，你们好，你们哎呦，风烛记哈，风烛记，来，哎呦，风烛记不单是狗的床头也舞也跳断哦，好厉害哦，挺精彩哦。对啊，其实哈，跳舞我新年的时间哈，就当上爱跳，不过冇機會啦。冇機會，因為我唱歌嘅時節，唱我嘅先生，佢講你係愛台風好嘅話呢？就愛去學跳舞，你啊記翻係永遠記得。你下要咩讓我嘅
歌唱朋友讲啊，你哋喺個台風黑好掉嚇，出嚟學跳舞，跟住嚇肢體動作，潛上潛下，潛到廖金蓮老師，潛上潛下，潛高潛大，潛東潛西，潛南潛北啊！潛到廖金蓮老師，潛到廖先生，哇，廖老師，廖老師，還好你不姓潘哈，姓潘太有名了，姓潘的已經做古了。哦，对，然后那真的很荣幸可以請到廖老師，廖老師係一位當認真嘅先生，佢唔係科班嘅哦，你看佢潛先生好多變科班嘅先生，哇，更難的從事舞蹈教學一久的時間，差不多20年了，20年了，哦。但是我是從小國小3年級就開始練舞，從小有基礎有打過都錯嘅，練到國中畢業就7年，然後就荒廢掉。那結婚以後繼續努力，所以目前來講是結婚以後是繼續努力生小孩，還是繼續努力練舞蹈？對，繼續練習骨頭兩往舞技，這方面去發展。往舞技去發展，對，那20年，就成立了我們的亞軍藝術舞蹈團。目前我是屬於藝術總監兼指導老師。哇，那是很專業的呢。不敢啦。對啊，不是像那一般那個安尼客家街那個跳那個採茶舞啦，所以，你就想要顛覆嘛，係嘛？對。因為推廣的全部比如講少數民族舞蹈，是，還有什麼敦煌舞，還有古典舞。古典舞太啲嘅，比如講可能有乜嘅較長嘅動作嘛。古典舞是較基本啦，就是一般我們的手勢就是疊姿嘛。疊，這叫疊姿啊。疊姿就是拇指頭放在我們中指的關節，然後你看到的手是非常的立體，說是每一根一疊一疊的，字意。但是也有人美化。這個是觀世音菩薩也可以。三太子是這樣哦。Rocker，啊嘛。Rocker，對。所以他的手是很美的，非常的立體。那一般他們。我們古典舞講究的就是，他的手腕要柔美。就像比如這個叫做攤掌。攤掌對，攤開來送給你呀，好，這個叫按掌。按掌。提腕。提腕。轉腕。對，這個很講究啊。對。好，這個叫磨。這個叫背。又要背啊。要放在我們臀部這邊，不是放在腰部，放在腰部。你有叫38。對，叉腰嘛。叉腰。對，那就是比較感覺比較放在胸部可以嗎？這是孔安。那個也有，放在胸前、肩前，那也是一個美姿。那也是一個美姿。還有一個捧托式。提腕這個也是一種。還有一個盤腕，手繞圓圈，讓這個手上的東西，不管你是捧蓮花也好啊，蓮花咩嗬，你要捧盤子也可以。溜起來，做起來會第一個會美化，第二個它不至於把東西掉下來。所以一般說，那個祝壽的舞，慶典舞。他捧蓮花、捧桃子，你不能把它這樣摘下去啊！桃子不能點多點，要把它扶好，要把它盤好。踢得完就跌槍槍嘞！我跟練雅舞還要先去練瑜伽，這麼簡單呢？先讓自己身體柔軟的。這個只是一個基本動作，基本呢，那裡面是太多了，因為太深奧了。我們先賣個關子，對不對？今天搞一下古典舞，喊一百隻有像一樣都來。專業的來啊！係啊，有限時間啦，謝謝。
再有这高矮的那个敦煌舞、少数民族舞，用来跳啊。好，谢谢。多加呢，多加哈，因为董永恩，还有风主先生，有唱到人家的，下面多加人家的啊，各位美女啊，什么太嘎，什么老师。哦，安尼节目今天非常的精彩哈，精彩哈，风主记嘅文化艺术团，对，很赞。还有即个我们动厉害嗰个团体啊，也很棒的一些达人哈，唔错，做得来报名。浪66667浪6还有纯真天发浪227778月3日。好，等大家来报名哈，等大天发。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哈，我们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先生辛苦嘞。谢谢。没什么，你风烛记文化艺术团还有廖金莲先生，辛苦嘞，安排张伟亮，什么太高？是孟小康老师还有欧翠先生，辛苦嘞，谢谢老师们。还有天宠辛苦的董仲演，辛苦喽。还有现场观众朋友哈，下次张伟亮哈，张伟亮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来。